继续来看北会馆的负责人郭铁敏涉嫌跋筊洗钱防收押，新北地方法院昨裁定郭铁敏以2亿来交保，爱挂电子卡疗8个月。本身有没有什么话想说的？可以回家过年，有没有很开心？北会馆负责人郭铁敏进行线顶跋筊地下汇钱，200封放出来，各200封羁押。新北地院合议庭第一章提关交保金各2亿，裁定郭铁敏交保，下档将去处理过年。各位媒体对我那对这个案情有力的证据调查，那平民的报道。对比去年11月，郭铁敏自行交保，女朋友钱水君跟对伫咧身躯边，这边以前业贴无来，检警调查郭铁敏线顶跋筊赚16亿，洗钱217亿。辩论庭甲法官讲，对官司绝对袂闪避，对女朋友钱水君包批评司法，今嘛当庭回释咧。法官认为，伊提供保证金担保，应该做好心理的约束。除了交保金，必须电子监控8个月，一审卖伫咧5月2号审判。通缉犯查缉系统为什么找不到林炳文？文比较大尾，还是因为林炳文后面都是这些人。民众党立委黄国昌、张哲顺火气真粗，因为另外一位涉案的外号叫8亿交往的林炳文逃亡到海外，刑事局通缉犯的调查系统一直拢无看到相关资讯。好，如果没有大尾跟小尾，那刑事警察局要交代清楚啊。好，那我来请刑事警察局来做。刑事局背回林炳文通缉的资料，早就已经登录伫咧系统内底。因为新北地院并无协请发布调查通缉的专刊，公开查询的平台才会找无，煞尾会以规定办理。林炳文为登来台湾接受审判，所以当继续伫咧社群媒体铺盘，含立委持卡心伫咧对下，敢有特权伫咧解压，嘛必须关注。Hello， 我是陈雅玲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